咱来看立法院3月25日甲反废死、反戒严两项公投案政府立托。今仔早起立法院的民进党团，搁在占领议场甲主席台，主张讲会议违法表决无效，要求立法院长韩国瑜得爱进行协商。国民党团的总调鲍坤基嘛谴责民进党搁呛讲国民党一定会赔到底。 一大堆手举牌含看板搭伫壁顶含桌仔顶，正大的八字是直接倒伫议场的中。立法院民进党团甲级动员拜日一透早就占领议场含主席台，因为立法院3月25日甲反废死、反戒严两项公投案是政府日托，为着要阻挡议会议事录的确认，民进党团连续几天伫议场排班抵制议事。蓝白的委员从来在意的不是总质询，他们要的是要让2个 诈骗公投弄假成真，蓝白要的是让2个空壳公投生米煮成熟饭，只要有协商就可以开会。 到底是谁拒绝协商？大家可以好好去问问韩国瑜院长。民进党团中心违法的会议表决无效，但是国民党团嘛出招，立委罗志强打罢免吴思瑶的海报，拿力变作海报战。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基批评民进党引称重大的民生法案，把庄严的国会当作是搬马戏的所在，即讲会奉陪到底袂离场。布置啊，到底像刑场还是像灵堂？ 我们现在是在全世界没有看过这样一个执政者，我们对民进党深深的表达谴责，希望这样的一个耍猴戏的方式能够适可而止，让我们的国会重新回到正轨，能够好好的开会。今天国民党一定奉陪到底。 另外，4月初日就是警察人员人事条例修正案提出复议的上尾期限，对行政院长董英泰宣布讲，中昼会举行临时议会来处理复议案。鲍坤基表示讲，国民党团是真危险，只要行政院正式提出了后，立法院一定会来好决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